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真欢喜，咱会当过来到伫读性册部分2这个节目。每一个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朋友踮伫咱中间。今仔日咱都阁看到一个新的来宾啊，所以互咱来小可介绍一个，来会当自我介绍一下无，好无？会使，多谢来宾。大家好，我是彩薇，我来自武昌教会，嘿，我伫高雄，我是高雄人。OK， 彩薇 ，OK， 彩薇是高雄人武昌教会，所以高雄人应该台语拢足厉害的，敢毋是？无，我台语袂认得。OK， 所以对即摆的青年人来讲，其实学习台语是一个需要努力的问题。真正。是所以你即摆伫倒位咧读册？我伫成功大学读册，读历史。读历史的哦。所以你为什么要读历史？我真正感觉历史真好耍，我会看到无同的文化。OK， 所以因为感觉到讲看无同款的文化，所以历史是一个好耍的系吗？嘿。所以 OK， 所以彩薇真爱历史。今仔日我穿这领衫真特别，这是台北一间东港教会因送予我的衫。因为因咧讲，今年是马偕博士来台湾150周年。150周年。嘿，150周年，所以因做一个活动，就是因的牧师4个踮伫全台湾足侪所在去参观150间的教会。哦。所以我有看到，咱东门教会有受到因的邀请，我有分享2分钟的祈祷。我们看武昌教会嘛有，嘿，我那个牧师有伫内底。OK， 所以会当分享一下，你感觉武昌教会，你感觉上介趣味，你感觉上好耍的事是啥物无？我伫武昌教会是伫学生的牧区，嘿，我真感觉教会是我的家，我会使伫内底，当大人。伫内底当大人哦 ，OK， 所以踮伫教会内面会当学习，会当有成长，是，所以咱今仔日真欢迎彩薇踮伫咱中间，要甲咱做伙读圣经。好，今仔日彩薇要带咱读的圣经的范围是马可福音第4章13节到25节，所以咱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手内底有圣经，你会当做伙掀开，咱做伙来读。好，咱就邀请彩薇来开始带咱来读圣经。耶稣佮问因讲：，迄个譬如恁袂了解是无？安尼恁哪会明白其他所有的譬如？野种子的是野着上帝的信息，野伫路边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撒旦随时会来，互因的心内的信息抢去。好，几个所在咱慢慢来看吼，哪会明白？过来继续落去，野种子是野上帝的信息。野种子是野上帝的信息。嘿，撒旦随时来，甲野伫因心内的信息抢去，甲野伫信息的信息抢去。OK， 好，来，佮继续再来读。四款野伫石头地的是指人听的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，毋过伫因的心内顶恒袂清，挡袂久，之下着为着信息得到患难，也是迫害，随时放飞。OK， 慢慢来看吼，上款野伫石头地下，嘿，人听到信息，佮继续17节的所在吼，心内定军无亲，嘿，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也是迫害，随时放杀。OK， 来18节。也伫刺破来的是这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因为生活的过路、钱财的迷惑、其他条款的事有落去心内，好所有听的信息
硬是煞袂结实。迄个杀着好土地是指人听的心事，欢喜结束着结实。有诶30杯，有诶60杯，有诶100杯。哦，这有几个字真正较困难吼，压伫气皮内的。气皮内的。气皮内的啊，生活的跨路。生活的跨路。钱财的买黑。钱财的买黑。嘿，甲其他达款的私欲。其他达款的私欲。嘿，互所听到的信息翕死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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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煞袂结实。煞袂结实。好，过来20个所在，压伫。压伫。压伫好的土地的吼。压伫好的土地的。好，所以几个所在毋是遐尼简单嘛，就是生活的跨路、钱财的买黑啊，达款的私欲，这几个字其实是较新。应该是讲，这个书咱若是较少读到，无法度读甲足顺。较接的是及时就会进步。后来过来对21节开始。耶稣本因讲，遐有人等中会用刀砍起来，也是伫空伫面头壳，无伫因伫石头内底，因为即次隐秘的无意向显袂无，一切掩盖的无意未现露现，有迄空会听的人着听。好，慢慢来吼。减有人点灯引导，减有人点引导，看起来也是放伫眠床骹，看起来也是放伫眠床骹，无甲伊踩伫，无踩伫灯台顶，无甲伊踩伫灯台顶。嘿，稳目的，稳目的，无一项袂显露，稳目的无一项会显露，袂显露，袂显露，嘿，就是不会显露出来吼。啊，所以几个所在咱慢慢练习。好，佮对24节。耶稣佮互因讲，着注意恁听的，恁有啥物量互人，上帝会用遐款的量互恁，甚至互恁量的较济，因为有诶遐袂伊够济，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互伊抢起来。好，用啥物牛互人？用啥物牛互人？牛互人。牛互人。嘿，啊，所以上帝用上款的牛互恁。上帝会用上款的牛互你。好，啊，最后迄个甲伊抢起来。甲伊抢起来。OK， 所以感谢彩眉今仔日带咱读13节到25节。照我所知，你应该毋是踮伫台语的聚会对无？我台语真正袂认得。确实踮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内面，咱的青年人会较有机会接触到台语。所以今仔日咱真欢迎彩眉会当踮伫咱中间嘛，做伙用台语来读圣经，有啥物感觉无？这难得。真罕咧读台语着。嘛是真兴奋。哦，真欢喜。真欢喜会使着唔同的机会，会使来讲台语。是，所以其实咱做这个节目就是好，较少有机会会当读到台语的青年人，会当参与伫咱中间，嘛，甲咱做伙通过台语圣经来练习，会当哪讲哪顺序。好，今仔日咱感谢彩眉踮伫咱中间，甲咱做伙读圣经。煞只咱嘛将时间交互月亮阿嬷，互月亮阿嬷来带咱做伙读这段圣经节。马可福音第4章13节到25节，感谢彩眉，感谢大家。马可福音4章13节，耶稣过世也整治的譬如，耶稣佮问因讲：这个譬如恁袂了解是无？安尼恁哪会明白其他所有的譬如？也整治的是也上帝的信息，也伫路边的是指人听到信息
撒旦随时来，甲压伫因心内的信息抢去。相反，压伫石头地的是指人听到信息，随时欢喜接受，不过伫因的心内定根无深，挡袂久。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还是迫害，随时放杀。压伫刺配内的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，因为生活的看路、钱财的迷惑，甲其他逐款的私欲入去心内，甲所听到的信息翕视，煞袂结实。遐个压伫好土地的，是指人听到信息，欢喜接受，就结实。有的3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100倍。马可福音第4章21节，顶甲牛。耶稣问因讲：检有人点灯用斗扛起来，还是放伫面床骹，无甲伊踩伫灯台顶？因为一切稳捌的，无一项袂显露；一切暗藏的，无一项袂露现。有耳孔通听的人，就听。耶稣阁甲因讲：着注意恁听到的，恁用什么牛？牛互人，上帝会用相款的牛互恁，甚至互恁阁较多，因为有的要互伊阁较多，无的连伊所有的嘛要甲伊抢起来。感谢咱亲爱的观众朋友对咱这个读圣册部文字节目的支持，互咱会当不断透过读圣经来学习台语。每一礼拜，咱邀请无同款的来宾踮伫咱中间。每一个少年人因的台语程度拢无同款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期待会当带因开始学习开嘴讲台语。有可能小可讲袂标准，有可能迄个腔嘛听起来怪怪，但是抱着鼓励的心，我想慢慢来锻炼，一集来练习的时阵，咱的台语会愈来愈好。咱的圣经节目，咱也特别摕一本，用这本来做咱的版本，这是现代台语的译本。这个译本踮伫今年度这一年中间才出版。是足侪圣经学者以及牧师用真侪时间来做翻译的工作。我相信这本圣经对咱学习台语会当带来真大的帮助。伊一边是汉字，一边是白话字，所以咱会当两边做伙来三对照来慢慢练习。所以嘛，鼓励咱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若是你也未买这本圣经，我会鼓励你，会当到伫广播社，还是踮伫圣经公会来买一本属伫家己的台语圣经，缀着咱的节目，读马可福音，慢慢来读，咱就会哪来哪得到进步。搁一摆感谢大家对这个节目的支持，因为有咱大家的分享，会当做伙推广台语，互愈来愈侪少年人，也是愈来愈侪后一代。开始开嘴讲台语，做伙也对上帝的话得到祝福，感谢大家平安。